小等下吼，就是讲，即个语文竞赛吼，我已经从我读师专的时阵，我做学生的时阵，我就开始做选手，一直到即嘛，我哪会一直咧面满做即件代志？吼，迄个代志真简单，这是一个月的课程啦吼。好，就真侪人拢会问啊，尤其是真侪人对即个语文竞赛吼，伊拢有一寡伊的看法啦，吼，伊拢咧屁想，你知无？伊咧屁想讲啊，迄比赛对台语来讲，对台语来推散吼，吹散咯，伊是拢袂进步啦。我敢若背迄有诶无诶啦吼。比如讲字音字形啦，15分钟正紧要创啦。其实拄你有发现无？咱老师咧讲迄个农创诶问题，咱今年社会组甲迄个教师组，你就直接要互你看过啊。哦，无互你过，你要家己现场现练。老师就讲，我是毋是要早书点？我甲你讲，你若有迄个才调啦吼，你甲迄个字音字形练落识，咧，你去参加即个，咱来参加即个比赛，你就继续有利诶。所以你有发现无？我看迄名单吼，有真侪选手啦，今年去比赛拢是较早字音字形诶选手。所以其实即个语文吼，对咱来讲是咱用一世人。真侪人咧问我讲，安尼这语文竞赛有啥物好康诶？我就记阮前任诶教育局长陈邦庭局长，伊讲一句话啊，即句话用咱本土语嘛真有效。伊讲哦，有需要就会重要。所以若语文竞赛伊有足侪好康诶，囡仔大人伊自然就会来参加。第二，有好康诶了后，伊来参加了，伊就得到物件。所以伊有啥物路用？就是讲，你若感觉有需要，伊就足重要。比如讲，咱国家语言发展团也过，咱所有诶学校拢爱教台语。后摆咱要高考、地方特考，拢爱考台语。我甲你讲，你着听我伫恁兜迄个门口口菜底看板，写安住老师台语迄个补习中心。我甲你讲，半暝就来排队，这就是咱参加即个比赛。当然啦，咱参加语文竞赛，毋是干那为着这尔，我是感觉是为着咱家己啦吼。所以为虾米要参加语文竞赛？这是我的各位老师应该有看到有影啦。有我有看到。对。有画面。有爱印落去咯。安尼好。一来，语文能力是一切专业能力的基本能力。我拢常举一个例嘛，为虾米咱咧请人看人煮食，拢会叫阿基西？因为阿基西真会讲话，伊煮开物件凡是毋是咱台湾上好食。毋过为虾米请伊来？因为伊真会讲啊。所以我当然来请伊来。我要请律师来讲，我当然着请贾静茹律师来讲嘛，因为伊毋来翁仔头水，伊嘛真水水嘛真水嘛吼。你啊叫一个人咧，滴滴嘟嘟大只个人来讲，你无可能嘛吼。第二，语文竞赛是用来培养咱一世人的好嘴水、甲好文笔。我家己啦吼，我迄阵我出业的时阵，其实我甲家己设一个迄个标准，我要所有的比赛拢比过。所以我敢若独一项无完成，就是写大字、书法。所以我伫迄个毕业了后，我就去拜师写大字。无偌久我就娶某，娶某了后就有囡仔，有囡仔了后就无用啊。所以独这项我有参加过咧。逐届我参加，其实对我来讲，拢是一种成长。我参加一届，我就进步一届，安尼好。所以今仔日毋是讲我足老，我只是要来甲大家讲我家己参加的经验。因为时间的关系，若要3种拢顾较头，安尼可能凡事无够。因为像这一个题目，我拢是讲1日的，甚至2日。我今日就讲较紧的。咱老师若有啥物问题你就会当随问，随问安尼。比如讲，即摆就过来啊，培养台语文竞赛的能力的美感在哪里？即我常讲起来伫倒位在哪里？就是讲，我要怎培养？第一。我感觉这点上要紧，台语底字若要知，字音字形就爱来，这是一定的啦。所以各位老师，你拢免烦恼，你先来参加这项。我为啥要咧讲呢？因为我发现讲，参加这项的人愈来愈少。我咧加在，即嘛有真侪少年家啊，
伊愿意投入即个，无论你是毋是台语系，我感觉伊着掠着咩角啊，先来练即项字音字形，因为咱前国校我自你开始捌字母母啊教你的，老师教你的拢是华语文，但是台语的字要怎写？你只要字音字形练到知，我甲你讲就无问题啊。第二，你会晓，你迄个字音字形了，无论你朗读也好，演说也好，你就爱练嘴顺嘛，所以你听讲读写，定着水个啊，朗读演说练嘴水嘛，你听讲读写，就定着水个，我即点是你要紧我过来。我在细声。喂。念。练武功，咱读字音，练武功这字音字形就是咧练读字音，咧写字形，这就是学咱台语的基本功啦就是安尼。所以我才安尼讲嘛，台语字音字形是提升台语文能力独的一贴实传大补完，安尼。而即句话内底，你就学着啥？独就是台语的特定词，华语就是尾音嘛。你咧比赛的时阵，你讲唯一，你晓讲台语袂歹啊，唯一80分，你晓讲独就100分，真简单嘛所以这8功夫学好在北，听讲读写特别拍解，这是我第一个要甲各位老师鼓励。所以咱即马在座有真侪老师，你可能录读演说拢真老你若会当过来学即个字音字形，安尼你会搁愈扎实好。你练这台语的字音字形有啥物好处？这电话甲我讲有啥物好康啊？有3好嘛。第一，认捌台语的汉字包括字形、字音、字义的知识。因为我本身是读语文的，所以我拢会甲囡仔讲，这是形声字，是这是语声词，是这是语状词，这个字为虾米要安尼？这伫咧安珠的新册内底，就拢有写着啦安珠老师伊甲所有的这语文竞赛会用的字啦，伊拢基本拢编做册啊，尾仔咱会甲大家讲。所以你咧学汉字当然着。包含字形、字音、甲字义，即个老师敢若教囡仔写，无教囡仔教伊啥物意思？就这几天咱的咱的字音字形的比赛，文字越来越深譬如讲，我举一个真简单的例子啊，江义、高一，伊若当读做高一，有无？若当读做加一，即嘛，咱出题老师伊就来出一个足加一，因为加一是个用词，高一是迄个动词，所以你就毋使讲做高一，安尼就毋对啊。你来讲做加一，这就是你捌即个伊的意思安尼。再过来，真侪囡仔字拢写了就歹，对不对？因为我台南人，所以我拢讲写字啦所以你用即个机会来练写字。我真侪囡仔当来你练的时阵，迄字我用华语来全国叫做分崩离析，你根本毋知伊咧写啥。毋过经过2冬3冬的训练，伊的字就写得足细正。所以写你若练这啦写字细正人学了，就愈写心情就愈定得。字水、心水、人嘛水，对大学入学嘛是有帮助这第2好。第3好，参加比赛有一个好处，这是一个囡仔，伊已经国中3年我去看伊咧比赛，我就甲讲，你是毋是爱比啊？伊就讲，无老师，我参加这个比赛，我免有我暂时免有这个机会，有真一人甘我做伙比赛，安尼。后来面对大型的考试，我会较在打。人即个囡仔，伊的想法就足好的毋是我叫伊家比的是伊家己要安尼比的好，这就是这3好。搁过来，咱就要开始啦咱莫一暝全头路，天光无半步。一般来讲，各位老师，你若要做这个老师，你要培养囡仔啦，上班，小学4年开始，5年其实拢袂使会有选手要哪来？当然，伊有3个来源嘛第一个就是导师、台语老师来推荐；第二，学校语文竞赛内底选出来；第三，无请家己来。我拄着即个选手呢，尾仔伊拢表现咱上好，全国第1名。伊就有兴趣，就家己走来，家己走来学安尼搁过来，选手的条件真简单，我感觉第一点上重要会堪咧抄，即苦耐劳，爱去咧抄。你若字音字形就是足定着的，这囡仔坐咧，伊就歹起来，即款咧。第2当然，伊本身台语的语感爱好，第3条、第7条、第4条、第8条，这华语无的，台语有的，即款声调，伊爱足紧的、足准的、足响的。业绩爱正确，有
有真侪囡仔伊写字歹是因为业绩无好，所以我拢会叫伊顶来，哦，因为所以幼稚园开始写字，啊囡仔伊就，迄个写笔伊写拢毋对，你会当去握笔记，互伊去练安尼，哦，好。第四当然上好啦，囡仔若来讲伊要学，我就先甲伊用台语甲伊讲，哦，啊若有一款囡仔伊台语讲了无介好，但是伊足认真学，你讲啥，伊会用台语甲你应，安尼两当伊台语就进步足紧。好，第三开始训练啊，哦，咱即摆是咧讲咱指导老师免啊指导啦。好，第一，先用囡仔熟悉，你当个基本功就是，你会当先为我咧为声调先教，声调教了教大母音，大母音教了教迄个声母，声母教了教父母音，佮过来就教伊个韵尾，啊，佮过来上尾就是入声字，安尼十算了后，就会当开始互伊练共通词。共通词就是像校啦、火车啦、火车啦、火车啦，即款互伊去练调，哦，啊，佮互伊去练迄罗马字要安怎写，佮过来。当然，咱比赛一定拢比大部分拢是台语的特定词，所以这个时阵，伊已经就知啊，哦，伊罗马评分真知啊，就开始用700用字来练台语。第三，囡仔上袂晓是入声字，入声字特别拖出来练好。比如讲，我举例好啊，你等一下，我教我平常时啊，迄个，比如讲第一个就是安尼，这种共同词较济。好，老师，恁倒有看啦吼？你看，拄开始这种共通词，这共通词就是咧练啥？你用囡仔，伊好听伊看就知影，伊毋免先去了解台语啥物意思。我是讲这拄开始哦，乌云啦、工人啦、老师啦，哦啊插一摆伊看就知影，大汉。所以这词拢是基本词，这咧练啥？这练这，哦，这练这。好，啊这吼，我即摆甲大家讲吼，这个 A、B 卷。我咧做题目的时阵啊，我做题目的时阵，拄开始我是安尼做，全部拢做哦。即摆过来，甲即个拆来，这是咧练伊的罗马拼音嘛。啊，即摆佫过来，互伊读了伊通写即字。啊，即款的卷叫做 A、B 卷，哦，这是较早我咧参加华语的字母时阵学着的美感，哦，因为迄个老师就是安尼甲阮练的。好，啊，所以我把它摕来咱台语内底，哦，比如讲即个专卷。即个为什么要做即个呢？伊要做囡仔订单法，就是讲囡仔写毋对去，你要叫订做的。啊，你若有即个，你直接甲伊复制，甲伊搭起去，安尼就会使。比如讲即个做了，你互囡仔练习，当然毋是安尼啊，就是安尼练习。哦，来一把这，这我叫做 A、B 卷。哦，啊，这你看，他拄仔答案是无个，伊即个当然写好啦，吼，好听安尼，好。啊，伊个答案你讲，老师，我拢无互你答案嘞，有，伊个答案是 B 卷，伊个答案就是比罗马字写汉字，互你看，你搁看 B 的第二部分，好听，哇，啊，就伫遮，啊，你拢毋免搁另外做答案，啊，搁会当你要做迄个囡仔订单卷，就是要搁订做的，啊，你真简单，所以这是一个美感，我感觉这个做法真好，我就一直安尼做，吼。好，啊，这第一步若好啊，搁过来就是安怎？你甲所有的推荐用字，嘛甲伊做练习惯，过来惯起拢会安尼做啦，吼。大家拢会安尼做啦，吼。所以这就是我先做这个，互囡仔读，哦，这就是咧读的，哦，啊，这是规个档案，所有700用字，哦，啊，我拢会甲伊印起来，啊，叫囡仔有闲摕去读，这个全部的。这全部档案，好，啊，搁过来，我会做互一个练习档，这就是打咧练囡仔时，你看50个一个，哦，我互因50个词，啊，叫伊写，你有看无？啊，紧拍写，啊哦，迄拄开始咧练的时候是不哩啊艰苦，哦，因为迄囡仔吼，若无耐性的人，念伊就走去啊，安尼哦，这安尼教3个月。足3个月，吼，像这就是你互囡仔练的有无？嘛是共款啦，先写罗马字，罗马字写了，互伊读了写汉字。一个囡仔为头到尾，要开始有一仔透危险，安尼拢总爱3个月的时间。好，这练了后，咱已经基本的会啊，对毋对？吼，咱小等下，入写字就是安尼，
你看，我全部拢加一写字，会音列起来，出色、约束、迫切、北下，互伊练到安怎？伊练到头壳讲去。但是即个若练就知啦，因为囡仔伊入声字上袂晓，所以入声字以后知了后，我甲你讲，伊就开始有点仔注意啊，伊会开始要家己调节，伊要家己调节。像即个较困难，大家甲伊讲，接关，你袂去接死关的啦，你接关就是伊就是足死数的啦，对啦，好，安尼像这咱老师咧做，平时咧做，我感觉即个功夫做好，安尼伊囡仔咧练就较无问题。安尼这先放伫下底，咱先来看一个，继续。所以这就是3个部分啊，对不对？基本讲3个月，再过来你安怎训练？即嘛就是讲，迄3个月是安怎训练？我真诶讲是迄3个月基本讲第一声调，这是我家己发现，因为囡仔调一调拢讲对啊，伊调拢调对啊，声调毋对，乌有去啊，即条嘛乌有去啊。声调对囡仔来讲上困难。尤其是3、7、4、8，华语无这4种声调吧？我是安怎教？我讲囡仔比，比如讲注意听，6，囡仔比5，我莫叫头一囡仔比5，有无？你就安尼，8就安尼，3、4通安尼8安尼，伊拢有一支手个，叫目睭开开，注意听，安尼老师讲囡仔比。第二，老师讲声调，囡仔一概讲5个，比如讲你家讲6，伊来开始讲牛。地、时、期、地，安尼表示伊着对这声调，这第5条，伊个安怎，伊着真熟悉。我这是我的教法。声母真单纯啦，所以伊的重点就是伫落声母，无根呢，这3个。你用较侪困难的啦，比如讲歹，你着家讲，有无的注意听过几个是有无的，这顶无啊袂歹，你无爱哦。你用囡仔讲，对几个是无的。若歌就是安尼，我5岁讲台语，我上高，对几句是歌。再过来，猫，即个伫咱台语内底，是较少的。翁仔上惊猫，你着问囡仔讲对几字是做声母的，你含囡仔做说，所以我拢会甲囡仔每一人传一个小细块白板，迄白板着你讲伊着写安尼，这白板当然就阮就。你当家己买啦，你就当对囡仔家己传，拢会使。第三，咱咧教好你就知影囡仔这几个声母是较袂晓，送去无送去，因为受英语影响嘛，所以你若家己讲波拄啊，即个练伊会写无，伊会写 B， 你家己讲波，伊会写安尼，伊袂写 PH， 伊袂写送去音，有无？倒伊就写安尼。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家己讲起来，你就讲，咱台语内底即个有送去你爱加 H。因为 H 本身就是喉音，伊就是气音，再过来，迄个开始囡仔开始咧写，对不对？因为咱台语会变调，所以拄开始囡仔伊会拄着即个问题。比如讲，伊看着臭妇，伊会表示即个囡仔台语袂歹，伊看着臭妇，伊就直接变调，伊自言臭妇，结果伊就自臭，伊就自臭。我来做法就是讲，我就会甲臭妇这2字下落马字摕互伊读。伊看伊就知爱变调，伊就变臭妇。我讲对啊，明明臭妇，你来写臭妇，伊就笑笑，你会甲讲，这第3条变第2条，迄就是安尼练的，就是安尼练来臭，你就甲讲这是臭伊读起是臭妇，这个警字是表示这字爱读稳调啦，搁过来，较短是字音字形的训练拄倒边，除非是轻声调的头一字，也是注意结果，无伊拢直接变调。这读出来，这是啥意思？就是讲，伊爱先有一个制约反应，伊爱读出来，比如讲吸气，这是轻声读嘛，地动这是注意结果嘛。这几个你爱甲囡仔做解说，就这个是无问题啦，这个伊双海粉就是轻读嘛，轻读后壁这个拢是除非做特殊的状况，无后壁这个是接近第3条吸气，所以有当时咱若咧互囡仔写这个。你就是讲，你咧互伊写即个时阵，伊拢会注意第3条去因为伊毋知影讲即个爱读本爱标本调，就是伊读出来是拢第3条。地动的地，伊就无变调啊，这是注意结果。搁过来正常的只，就是讲作后韵尾，伊的上尾字若是第8条，
伊变调是变第三调的，哦，所以食爽，好无？哦，这种互囡仔爱注意啦，吼，这就是训练语言。爱食爽，伊若毋知意思，伊就爽伊落去食，哦，所以你爱甲伊教即字是啥物意思？哦，像这个爽就是爽嘛，伊用爽的音，这是形声字嘛，吼。好，再过来，当咱咧写汉字、写拼音的时阵哦，拼音也拼袂出来，伊拼袂出来两种可能，一个是伊袂晓，你讲伊看了咬即个伊袂晓，伊有可能是无经验，所以伊拢会讲菜味啊。即时阵老师要哪，你先问伊安怎写，哦，若袂晓写，你就读互伊听，哦，你就继续就别放顶悬，比如讲，咱来甲讲哦，我咧甲伊讲，怀伊袂晓写嘛，你就讲，即个你袂晓写哦，老师念互你听，怀好。伊会对你读一摆哦，怀的怀，好，怀的怀，伊就爱安怎呢？我来讲好，我比如讲这个是阿朱啊，阿朱你拼，啥物甲拼？伊就安尼，好，怀，咱声调上好就放伫声母顶悬，因为歹势伊放伫韵母顶悬，因为声母发音随无去嘛，所以伊留落来有声是韵母嘛，所以咱即个声调是超音段。所以拢好念是韵母啦，好怀，这是拼，咱过来叫伊拼字母，哦，拼字母互你听，爱个 HUAINN 第五条飘伫 A 顶悬，这就是平时啊拢爱安尼练，拢安尼练，哦，真费气对不对？但是当囡仔练的了后，伊微啊笑的时阵，就是表示你要成功啊，哦，所以当你练的时阵拼较困难啊，拼汉字较惯势，所以拄开始练的时阵，囡仔一定汉字较好。对吧？大概是你个写的时阵哦，我一汉字拢袂歹哦，但是练到尾啊，就比拼音较好哦。迄个汉字，伊就较会毋对，因为汉字足侪啥，足侪共音的字哦。第二伊会拄着真侪开始，你要做歌手的时阵，伊就拄着足压贴的字，压贴本身即两个压，伊就伊就较压贴啊。哦，所以这字就是爱去练哦。咱老师做社会做家己嘛是爱安尼练哦。好。再过来一定要做顶答法，就是订正卷哦。写答题伊正扣，啊，拄好有种我有一个专款就是安尼，你甲伊扣起来。啊，伊要定练的时阵，请伊头拄写毋对的顶块先写一摆，哦。啊，你继写的时阵，爱计规个字拢写，毋是干那写伊对的字，规个字拢写。啊，写伫个扣过来，我拢会晓传一本簿啊，啊无伊家传，哦，啊写伫个簿仔顶悬。即个老师较费气的，毋是你来做，因为囡仔伊要去读册，伊无时间通做。所以老师你就来家做，哦安尼，比如讲，就这啦吼，所有的练习卷啦、订答卷啦、公马卷啦、公马卷就是迄个考古题啦吼，拢总爱捡做专卷，再过来分 A、B， 安尼1.2个蒙啦，减4个，比如讲我有大家看，啊，我就是安尼，迄个，阮的记得老师伊就是安尼做，啊，伊即嘛就是甲迄订正卷啦吼，订正卷，你写，这位老师啊，这个记得老师，伊就足用心啊！你看，伊即嘛知影即个字毋对对无？伊就两个字拢互伊写，啊，重贴，好无？比如讲，像这个可能毋对去，这个这是另外一位老师做的啦，吼，比如讲，伊就甲差不多和諧、和愛，伊就甲这字扣做伙，安尼，所以。咱咧训练囡仔就是爱做这，艰难难民，伊只要欢喜交破，伊就交破嘛。所以头难，伊是气声嘛，所以伊要读做难嘛，这艰难的难，伊是用平嘛，所以伊当然就是对照台语第5条，安尼你看伊就出嚟遮，两字，这就是迄个咱咧讲的订答卷，就是订正卷，你订正卷嘛是爱做全卷哦，订正卷就是。囡仔，伊第一届你甲扣200条了，你记好，你搁互伊写。伊若写8，伊若写50分，你爱甲学了，你爱甲学了讲，你本来是拢毋对的呢，你即摆对一半，安尼，啊是甲囡仔学了，咱咧教育部的迄个700个用字，你着甲做变安尼，你着甲做安尼，互囡仔去练，你有看，使，即个已经练过啊，所以你就话对，教，安尼3字。就拢迄个2条，有无？这是咱教育部700用字，你就甲做安尼。迄囡仔即个练了就金光强成本啦，伊就小可会晓啦。这种真辛苦啦，
好，啊，你倒来，咱的迄个，好，所以你看，我写即句就是安尼吼，一定爱做顶打管，啊，佮过来，拄开始练，你拢莫甲限时间，哦，伊拢差不多写几关点钟尔，啊，你一直鼓励囡仔，你像我家己嘛是捌做选手嘛，所以我拢袂去骂囡仔，因为我有足侪字，我嘛是写100个嘛，我嘛是写毋对，啊，我嘛是会袂记字，所以其实上好的指导老师就是伊家己本身上好是选手，哦，安尼伊会当去理解囡仔咧练的迄种辛苦甲美感，所以你就甲伊讲嘛，过来，毋对就愈来，过来啊，对就愈来愈济，毋对就愈来愈济啊。写到80分了，有臭味，我毋知，你有安尼讲无？阮台南人来讲，即个囡仔安尼有臭味化味啊，就是他有点点味道了，有点样子了，安尼吼。所以囡仔伊拄啊，这就拍电动安尼，伊就想要挑战愈悬的分数，这时咱就出阮啦。这安怎讲呢？别人的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啦，所以我就改做囡仔的成功就是咱指导老师上大的快乐啊！就是安住伫个画山画水画玲珑内底，伊个套头话，搁过来，咱甲拄仔迄练好啊，练功夫，这正讲练功夫啦，开始练组合题目，练公马茶，做叮当管，搁过来看全国赛的趋势，安尼好，而且互大家看一下。比如讲，这就是开始互囡仔综合的啊，就这，好无？这其实有阵时啊，咱来甲分析，你会甲伊讲，这个题目差不多三粒星，这差不多3粒星的题目，这个题目是迄个，这敢若是出版社提供的，这个感觉，这出版社提供的，你看伊提供互咱，咱就把它做 A、B 卷做来练。这是空间提供互咱的，这差不多3星级的，这就开始练组合管，就是他咱所有学过，拢甲伊做一个综合练习，搁过来，就是公马茶，这就是公马茶，你看，这旧年全国赛社会教师组的题目，咱咯线啦、科头啦、复音啦、对中啦，你有发现无？这拢是台语的特定词。咱台语特定词哦，第二伊就真济迄款，像这叫做几种词，是演员，哇，是演员天隧道、季风伊内底我有甲算过哦，有啥物入声字爱特别拖出来练，因为伊这入声字内底，虽然咱有7个声调，照你讲平均册啦若是咱出题目有咧注意的，平均册搁一个声调，你爱平均嘛，毋过要甲算个20-30个，5分制咯。5分制，4分制咯。伊是拢啥？3分制甲4分制拢是声字哦，唔相信，老师你家己去算看嘛。就这就是高挂字嘛，鼻文鼻音嘛，香话是文就是鼻音嘛，破头这就是文音嘛。所以伊就是考文鼻音嘛，咧考字音就是文鼻音，无就高挂字嘛，文鼻音高挂字安尼。好，这互老师做参考这迄个公马茶。做了，你当然就是甲捡捡的，一直练习，练习你的迄个叮当管，安尼练差不多半工，半工这个囡仔，然后听对你安尼练，这个囡仔应该会当学了真好，啥物叫做趋势？你爱甲所有评审，这点主要紧，真侪老师拢袂记咧做这件代志。你去安主有提供互大家，101年到109年全国赛。迄款新歌集，因为咱这样是字音字形嘛，其实你所有较起码咱会小可讲过，演算拢同共款，我拢会把这捡起来，把这感评捡起来。迄囡仔伊有若少看无嘛？但是这是你互老师看，这是指导老师，还是你家己是大人选手，你了解看是讲，原来即马全国赛，伊是出到啥物款的程度，咱拢啥物时阵写了无好。有我有拄着真侪人伊拢甲我讲伊拢讲，我拢感觉我讲了足好啊，就拢错啦是咧写字音字，我拢讲写对啊，我迄个成绩无好，伊原来伊毋知伊对通扣分，你来遮看，比如讲你的笔画袂使通出去格你都毋知影你甲通出去格外口，你拢写对嘛是毋对啊，错规规这个代志我是离社会组较济。拢
迄个足飘撇的，用撇的。结果伊认为拢写对啊，结果咱代课堂的老师认为讲，即个比如讲挑手柄，你摇起啊，共即个挑起来遮，你拢共连做伙啊，个做一伙啊，佮过来你看，你有开始发现无？出现迄个吊即个词，欠胜即个词，即个词里对，即个词要哪查？你咧查欠胜的时阵，全文、专文都查了自己，都会查了自己，这。个准啦这所以你一定爱看即个啦你若知影讲下进全国赛伊到啥物坎站啊？安尼你提供各位老师做参考。所以，即嘛要经过点钟啦，即个讲较久啦就这各位老师你可以看到啦。像即条那考倒一个讲呢，即个定考法乐，快为虾米？因为即个法拢是第4条，伊都敢若法乐是第8条，这个是。叙述性语法，就是讲咱拢讲烦恼，烦恼你要写这2个汉字，虽然这个法，你去甲伊切音，伊确实是迄个音节，就是第4条，就是第4条。毋过咱拢讲烦恼啊，你讲惯势啊，所以这个你着甲做第8条，这是为着咱讲话惯势，讲话惯势安尼。好，所以你着讲烦恼，加纳这2字，就是上接考的。因为像啥物落链啦、落落来啦、落选啦，有无？这我写毋对啊，落选啦，会对咧但这几个较特殊的，你爱去注意。这互大家看到啊，这是我咧举例啦就熟念字是袂用的啦但是有伊足特殊的情形就这个，就这个笔面的笔，毋过伊咧读语的时候，伊去写做撇伊有这情形。一个顺例词内底例子啦这个书目啦例词就写里内底即款我相信教育部咧出题目的时候，伊应该会避免，就这上来做片面，咱就莫写这笔画真侪老师叫靠迄毋知影就是说，比如讲见张手的张，你甲伊骗，老师就甲伊写毋对去学哇，这个读做学学。你甲伊写白，你咁对啊？就这个玩的玩，这点是代表在北的，这一点是代表实心，在北，所以是一点内底，你甲点外口你就唔对啊。就这个人，这个到真的这爱点里遮是代表伊的名啊，德啊名代表德啊名，伊像这是指示字嘛，所以你爱点里遮最后各位老师做参考啦再过来，你要注意结果啦比如讲这木。你有发现无？我拢连做伙啊，迄树蛙连是树身顶悬啊，但是做倒啊了，伊就横撇开去啊，有无？就这啊，这拢要注意啊。拄开始几工咱是无掠遮严，但是尾啊这几工，你成绩就愈来愈接近。咱的囡仔拢足老，老师拢足老，安尼。较早80几岁就头顶的头名，即马拢爱要规满点才会当。所以要安怎分辨讲你足老，只要去掠这啊。这俩字，所以你要注意字体结构啦尽量写有水安尼啦你就莫写易用字啦，就加纸本来是咱的本字啦，是写这字啦，好无？尾啊，咱这个真歹写，缺个回回，你真歹写，就来改做安尼，变形声字就对啦回形沙杂的音安尼好，大家免烦恼啦你比赛时阵只要风音差内底有扣的，就拢会当算对啦安尼好，大家。3点04万有啦第一，咱这几天来的评审的意见一定爱看。第二，莫写雷公字啦，是写足大篇啦。你写足大篇你会写较慢啦。但是你嘛袂使写到上细字的高遐字啦，高遐字嘛毋好，高遐字你会结规完啦搁过来，罗马字母啦，甲字母中有小可有空隙啦，你莫拢连做伙啦，莫连做一个安尼毋好。搁过来，这就是美感啦你爱紧家己写较上顺的笔啦必须莫伤粗啦，有无爱注腻的买啦？注腻就是你写了了，伊墨水会倒出来，迄慢慢我家己感觉我较爱乌的啦当然有人较爱用青的，就是爱用迄个蓝色的，拢无要紧。但是我感觉乌的较好啦。你比赛之前啦，要比赛之前差不多两礼拜，你要穿上无3支状元笔，我拢甲这个笔去状元笔你要去得状元的嘛连到剩2分之的时阵你着轮流写，写到你去比赛时阵，差不多剩安尼，3分之，安尼。逐日连挂啦，
保持烧落啦吼，这就是分布练习，比集中练习较好啦。你困头练4点钟，你其实你练到尾2点钟拢咧爱困，拢想爱困吼。啊，进步就是安尼啊，哦，囡仔对人忙准就好，哦，啊，初阶紧，搁过来进阶强，有操性化验，啥物说法会啊？15分钟伊写会了，哦，啊，275分钟，搁过来选手14分钟写会了，185，歌手13分钟写了，1加95分。这段时间，大家上个目睭看拢有台语思考，看扛棒学拼音，哦，咱甲囡仔讲，你看扛棒的字，你就去甲伊拼看卖，哦，上好4年开始练啦，吼，迄个我是进步上紧的，训练的黄金时段啦，吼。第3开学了，开始做模拟测验，吼，啊，甲做模拟赛，啊，规身拼代表权嘛，啊，你若摕到代表权，你去参加1份，哦，你的功力就增加1架子啊，安尼后摆咱要甲你拼就真困难啦，吼。好，煞尾啦，吼。安珠讲诶，话是风，日是妆啦，哦，接做手袂断啦吼，接讲喙就会顺，接写就出韵啦吼，这是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比赛是干那手段尔，伊目的是甲咱诶母语留落来，而且互伊定睛天威啊，不休用心大杂，哦，这是咱参加字音字形上较要紧诶啦吼。好，啊这安珠小正常诶实际啦吼，诶。啊，互大家做参考。哦，你若甲这按珠规套的册哦，拢家认真读过哦，你就是高手啊。哦，啊，这是罗广信老师写的啦，救音字经啦，哦，这个经体的念嘛袂歹啦，哦，啊，这是较早，迄个金安出版社出版的，哦，台语的字音字形传统位的试题语编啦，哦，这是甲以早这部册啦，三明老师写，伊是甲书店所有内底书目。较历史啦吼，拢摕来写，拢做93岁，吼，你若写了，你就足够啦，吼，安尼，啊，这是网络顶悬有诶，我顶悬拢有做连结啦，吼，网络顶悬做，真感谢咱这是新北市诶本土舞蹈团伊所做，吼，啊，咱诶连结拢放遮，吼，啊，这会当互大家做参考。以上是字音字形诶部分，吼，安尼，啊，我讲话老较紧，我相信各位老师拢无问题，因为各位拢是台语老师，所以我会讲较紧啦吼。好，搁过来，咱来讲，安珠他拄仔咧讲的迄个情景式的演说，吼，情景式演说到底要安怎准备啦吼？因为旧年咱试办嘛吼，啊，今年正式的比赛，哇，真侪老师就烦恼到袂食袂困去，吼，啊说啊，这到底要安怎指导？其实免烦恼啦吼，我意思是讲，烦恼也无效啦，烦恼拢假啦吼，哦，啊，我有迄个时间的关系，哦，咱来做迄个精华版的，好，好，哇，阿紧，咱若问题哦，你当私底下来甲我参详啦。时间是天公伯啊，赐予咱上好的礼物啦吼，咱来好好啊保存。事不宜迟，即个爱讲录音啦吼，连伊就来起鼓啦吼，继续行，好。头先啦，咱了解一下全国语文竞赛，伊演说要怎准备，甲伊要有诶所在啦。情景选手，哦，我感觉即每场比赛拢共款，家长甲导师真配合，即种百面来排头壳诶。哦，第二真正有兴趣诶，哦，因为像阮学校咧练囡仔啦，吼，是下早啊中昼，哦，下早啊中昼拢爱来练，逐日了，无咧翕无，礼拜下3爱你袂使去补习，哦，你爱留咧练习安尼。所以台语当然愈训你愈专业上好啦吼，你较免为着教台语教起死倒命，甲时间拢放伫顶悬啦，因为这是演说啦，哦，这是演说啦吼，头壳爱好，有迄个真够讲台语哦，但是头壳不介好啦，伊看着图一煞，毋知迄条图咧做咧讲啥，做反应爱紧，目识真来，哦，这是不共款哦，你真正是演说咯，吼，搁过来爱真有耐心啦，会堪要抄啦吼，安尼，啊，这是大当一项对增加囡仔较有利的项目啦。旧年要做这样的时阵，咱的台北市的老师就拢咧抗议啊！我这阮台北市不利啊！啊，毋过总是安尼啊，你也安尼想啊。有这项比赛了后，咱台北市的囡仔台语能力一直进步啊。伊台北市的财政哦，要来培养囡仔，迄毋则简单。我相信台北拢最厉害啊！吼，搁过来基本功夫啦，所有台语物件摕来练啦，目睭看着，耳孔听着，喙食着，鼻仔鼻着，你拢甲伊讲啦。入来你像迄囡仔来，你就甲伊问讲，你下昼食啥？哦，囡仔就袂甲讲，我下昼
嘿，我做我爱食的啦，哦，叫煮大肠啊啦，吼，炒大肠啊，哦，你就甲伊讲有啥物叫大肠啊？台语的同事、形容词，你拢甲副词拢摕来练啦，吼，就真就是意思啊。比如讲囡仔会讲不过，你就甲讲，咱台语讲毋过较好呢，后摆你拢讲毋过啦，吼，伊拢会讲然后啊，你讲然后，你讲台语讲过来较好哦，像安尼啦，你拢无来啊，我都无爱食啦，吼，你若真正来啊，我甲你讲啦，我甲你做伙去啦，我巴肚疼到要死去啦，较少嘛是你是人，这最基本的因素啦，吼，好，再过来，囡仔常常讲毋对的，即个地雷啦，吼，比如讲一开始，然后我莫讲网络，情况。院长代表，安尼对吗？这你会吧？去看医生，食了饭，无食了饭，咱台语有咧讲食了米啦。食了米是讲你讨这米咧，你食迄份路用啊。所以我透过就是台语无爸无妈，嘛无一开始，嘛毋通食了饭看医生，这拢毋对语法咯。所以千万毋通话这个地皮都莫搭着啦。安尼无你会叫扣分，这是叫扣分的部。你来调分，就是你讲的就是安那，你讲的就是迄个台语的特定词，迄是我的经验啦，我咧评你若讲的是台语特定词，我就画一画，我就甲你加分，安尼定我因毋对字，爱加耳仔筋啦，加耳仔筋就是爱记好条啦，心啦，我啦，精神啦，这个朗读选手嘛是共款，这是基本的啦，就是讲咱咧讲基本拢是安尼，音跟音，音跟音，歌跟歌，所以咱教囡仔即个啦，就是讲，你个五感作文嘛，咱嘛当起来做训练，用咱五种的感官，就是咱这目睭看到的，耳仔听到的，咱皮肤去达到的，这感受得到的，心内所想的，咱是用台语讲，为一个词变一个语词，变一句变一段，安尼，比如讲安尼讲无效嘛，像我就安尼啦，这拢是互伊去听。我拢甲讲你甲这物件下载落来，你若无用你说身躯的时，你就甲转落听，安尼，这台语的故事，互囡仔去听台语故事，这网络顶悬拢有。再过来，囡仔会当先练一张图，伊会练比如讲伊就300块啦，好无？伊这边使用，摕一1/3。你按讲1/3，你就得分啊嘛，1/3摕来买洗手啊，1/3来去甲阿伯买板壳，1/3摕来寄付，你来讲寄付，你就比捐款佫较好嘛，甚至你来讲地缘佫愈好，这就是互囡仔练一张的图，这就世界图嘛，这是人性科技内底的图嘛，比如讲我咧练手时，我拢叫囡仔写这，第一就是人事时地物嘛。你会想到啥物代志？比如像安尼，这就是比如说你互囡仔练呢，当然伊袂晓，因为伊是字选手，无伊袂晓写这啦。袂晓写这，你就叫写华语，就是用华语写，用台语讲。若上会晓的，就是用台语写，用台语讲，当然是上好的啊。你要讲主题无？迄就在你啦。有的就会讲，我今仔要讲的是知影变条的蚵仔，有的讲的是蚵仔啉水，这就在讲安尼。头前这是安尼啦。国语评话老师，咱毋免像较早讲甲遐人领无自然，国语评话老师，迄安尼拢毋好啦。咱即个真正式演说就是自然。国语评话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第1号。今仔日我所要讲的是第1号图。即阵咱请我停一下评话老师爱先啦你看评话老师拢差不多啊。知影变条的蚵仔，还是你无要讲这个嘛无要紧。差不多15秒迄个卡刀啦你会当用第1人称来讲，就是我，你就是只蚵仔，你嘛当用第3人称来讲，你讲，我姓乌名今仔日日头赤赢安尼，用第2人称来讲真少啦。其实就是你咧交代代志，你可能你朋友，还是你是即只乌仔的父母，我甲你讲偌济摆叫你出门爱炸水，你可歹出去即嘛喙干到要死去啦这第2人称。一般囡仔较好讲的，拢是用第3人称，就是替图内底主角讲话较分析。上好是用这个，上好用第3人称全部拢知的观点。这时咧讲无迄个指导老师听，你要甲这摕去教囡仔啦。像指导老师，你爱有内在，
即个老师啊，囡仔上大都共款，你会知为虾米？吼，为虾米？啊，你要哪甲囡仔讲？吼，啊，规第一条道讲到第四条道，平均册30秒到35秒啦。你们拢敢若讲一张图，讲足济，啊，另外图拢甲伊人袂晓过。安尼我若评判老师，我认为你咧写，你即个图袂晓讲，你拢咧写，安尼。较是嘛，我要问，我直接伊条图甲你问，吼，安尼，吼，啊，所以上好是平均册较好。你听着tiếng仔声，要是2分钟，你要准备收煞，吼，万来讲袂煞，吼，啊，你若讲到第四堆图，安尼，你有着顶个机会啊。尤其你咧讲的时阵，评判拢咧看你，伊拢无使咧写字，哦，安尼你着顶个机会足大。啊，还个评判吼，拢头7次一直咧写，啊，表示你可能顶大做来真济。啊，你若讲听着tiếng仔声，搁咧讲第三条图，啊，你收到尾后，即时阵无咧讲到伤慢，即时阵爱安怎？爱讲较紧诶，吼，即个是我技巧啦，吼。啊，图讲了啊，2分钟的时间也袂严，表示你的内容伤少，啊无你讲话伤紧，哦，即时阵爱我去做结论来补救，安尼，哦，啊结束的时来讲，我哋讲到遮，落来多谢，啊注意图的美感啦，吼，啊你咧参一寡美术煞一寡盐的安尼，哦，亲像句首啦、句尾的语助词啦、语声词啦，哦，你安尼吼，迄啥变叫，语声词啦，吼，语助词，哦。我安尼吼，伊咧，吼，迄个语助词啦，像即个乌仔入水啦，吼，啊，伊这第二张嘛，吼，你替伊讲咩？我看啊，这啥食力啦，吼，啊，我水伤短咧，水伤低咧，你袂得，吼，伊就像安尼，哦，啊，看有食无干那个，其实迄是我起来咧教老师的啦，吼，囡仔伊可能袂晓安尼讲，吼，啊，这是咱老师家己咧做，你家己要教真情，你也家己知影，啊，囡仔若无安尼讲，你来讲，咱台语慢慢讲吼。吼，好，啊，搁过来，这点真重要啦。图甲图的连接，你莫讲，我只有甲你讲第二张图嘛，要有时间也是动作来做线接，哦，故事进行哦，搁安那搁较顺，哦，嘛体现咱台语的趣水连连。比如讲这张图，啊，伊个本来伫天顶咧飞，伊是安那飞来遮，你就问囡仔，囡仔飞来遮，伊就讲，我有看着水啊，对啊，啊，你问我囡仔会看着水？啊！伊讲迄个干啊，干啊内底有水啊，啊伊看着干啊内看着水啊，即恁在交对一个词啊，透明的，好无？哦，啊因为透明才看着水，啊咧红内底有水无水，啊飞来遐看，哦看内底安尼，所以你看，哦，伊个伫顶悬吼，看着都讲，那会死的，有无？什物物件，甲看一个真好水啦，安尼有无？哦，迄应该是水，就是去飞啦，这就是图甲图的线接，哦，到尾啊，即摆。搁愈济啊，到遮哦，啊7点2交代啊，图甲图咧接，拄你莫讲，然后以后吼，爱讲过来啦，一个开始啦吼，啊做结论的时阵，上好反头去讲哦，你看即只乌仔伊就真够变强，所以伊啉着水啦，啊咱即世人吼，拄着困难的时阵，嘛是爱认真去思考啊，安尼，这当然是咧甲老师讲的啦吼，啊头拄啊如果着问问题，问问题啊，你看，多谢评判老师。比如讲，伊会问你讲，你生活内底吼，你拄着的困难，上界困难的是叨一件，安尼，啊，伊囡仔就讲，伊就讲，多谢评判，这第一概念，多谢评判老师，我当然捌拄着困难的代志嘛，有的囡仔甲伊讲毋捌呢，这个时阵咱评判老师要哪，你就甲讲，你就甲伊顺个话，上伊哦，你拢捌拄着困难的事，你是安怎做着？你是安怎做甲拢无拄着困难的代志，安尼，好。啊，头一摆讲多谢老师得啊，过来就莫搁遐搞礼数。你莫每一个老师拢安尼讲，啊，你2分钟尔，时间就点伊用了，啊，题目，凡是你会听无清楚哦，你莫假甲我背。清训甲老师讲，老师真歹势呢，我听无清楚。去落番老师，你甲我问一解好无？这是你真正听无清楚哦，安尼，啊，知影就知啦，毋知就莫袂服假服啦。袂晓会使应讲老师，这我毋知呢，毋过我转去去问。用过去嘛，是去查资料，啊，你是哪袂样啊？安尼，啊，再看问你有经验无？有诶你就讲，啊，无诶你就讲，迄落爱看经验好啊歹啦，若无诶你就讲，若好诶代志我后摆会去学，这是应答诶技巧，安尼，啊，上尾啦，你看，莫甲老师诶所有题目拢去讲一摆啦，你尽量互选手去讲伊诶生活经验，安尼较好啦，今年咱有真景性诶演出，咱做伙来拍拼，安尼。我有去想啦我有去想一寡讲，咱到底要准备的方向是啥啦
练功夫遮啦，吼。好，就这图啊，我拢会甲伊切啦，切做安尼啦，互囡仔看较清楚，有无？啊，会开去画，啊，第一张图甲第二张图差伫对，哦，你互伊做比较，即张图甲即张图到底差伫对，哦，安尼比如讲，7点过3分钟啊咧，有无？啊，即个卖逐个囡仔拢阿明啦吼，哦，比如讲即个阿乖啊，哦，伊足乖嘛，伊阿乖啊，伊摕药啊，你看，妈妈本来倒咧，即嘛坐起来，妈妈本来就艰苦，即嘛咧笑，有无？哦，啊，伊为虾米喙开开？伊迄个油头改面，哦，阿母啊，你是安怎？好无？哦，阿母啊，就讲我咧艰苦啦，你去迄酒厨吼，摕药来互我食啦，哦，爱着摕药啊，佮用一杯添一杯水，莫讲倒一杯水啦，你讲添一杯水啦。啊，第四张咧，你看。差伫对，伊衫偌好安尼，有无？伊衫偌好啊！啊，伊甲妈妈讲啥？讲再会。啊，妈妈讲，你乖，多谢你。啊，这两张图差对，加一个温板咧，有无？哦，啊，这就是拢互囡仔看安尼。哦，啊，这张图当然就是，哦，这张图主题是啥啦？哦，这是甲拄仔迄个讲一解，安尼。好，到尾啊，这就是准备方向，领济啊啦，鼓励少年的主题啦，骨力轻欠啦。校园的安全啊，交通手机啊，霸凌啊，毒品啊，哦，啊，咱校拢会准备迄漫画比赛，对不对？你着甲校迄个画红啊比赛，会倒起来练啦，哦，交通啦，你袂使啉酒醉啦，哦，啉酒醉搁咧赛车啦，哦，啊，抽水啊，注意啥物安全，咱台湾市可咧当拢准啦，爱去爬山爱穿啥物物件啦，文化啦，拜拜啦，有无照景啦，新明溪啦，国家公园啦，哦，搁这啦。咱台湾有4大灾害啦，风灾啦、地震啦、做大水啦、火化啦、火烧山啦，有无？哦，啊，做人做代志爱勤俭骨力，爱做人做善事啦，爱去人底服务啦，哦，啊，关心社会事，因为高中就这啦，哦，少子化啦、人口老化啦，哦，啊，搁有啦，迄个食毒品的等等，哦，休闲活动啦，吼，钓鱼啊啦、爬山啦、疫情啦，哦，即卖疫情啦、环保啦，这拢是咱会当互囡仔。去练习的主题，哦，练习的主题好，这部分，搁过来，我剩8分钟尔，哦，即嘛咱来讲朗读，朗读的部分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这个小孩才看吼，这是嘛是精华版的，这就是咱朗读的时阵哦，真侪指导老师煞毋知要怎指导囡仔，你知？哦，啊伊美感伫这，啊你这到底要怎指导？啊，你著讲，我著家囡仔教伊拢袂晓，其实伊是有美感的，哦，啊时间的关系，就这啦吼，就阮若咧做编画，其实拢会去注意着这啊，哦，有内底有骨音无，哦，有过度音无，安尼，哦，啊这剩8分钟尔，咱著摕今年第一篇的题来讲，哦，安尼时间较会拄啊好啦。比如讲，这是国校的第一篇，啊你看，我拢会伫顶板做记号，比如讲。真侪人，咱咧问讲，邱慧纯，啊，伊家己要安怎讲啊？安尼啦吼，啊，除非你认捌慧纯，啊，若无你若知影伊名要安怎讲？哦，啊，但是毋是一个原则啦吼。这安珠老师，伊有伫咱即个引导内底啊，伊有讲过，名将主人啦吼，所以伊慧纯，伊就讲。伊拢自我小解讲伊说基，哦，所以是基慧纯。啊，毋过吼，迄个我有去问一位老师啊，中文老师，啊，中文老师就甲我讲，哦，慧纯伊家己讲，伊拢甲自我小解讲伊说基啦。啊，毋过因阿公拢讲伊说车，啊，因为即篇文章的主人是慧纯啊，啊，伊讲基就基啊，你莫去人徛啊，哦，所以你著读基慧纯。啊，其实咱若做编画的人，其实在我看啦，除非足项的，除非讲姓黄的啦，姓黄的人应该无人讲我姓黄，应该是无人咧讲，就是我姓白嘛吼，我嘛袂讲我姓黄啊，哦，像这就较少人安尼讲的，哦，啊，除非像即款情形，啊若无，伊要安怎读，其实是尊重主人的，哦，你像较早张艺贤啊，咱逐个张逸贤，结果今年咱的迄个。咱的个内底，伊就讲毋是呢，伊拢读册越寒，哦，啊所以你著爱读，当伊都有便宜吗？你著爱读，而且你莫读，阮台湾人都读中哦，哦，
啊，人伊都有主张啊，啊，你着尊重伊，你家己在张叶涵，我感觉是安尼吼。搁过来有真侪老师咧教吼，拢无去注意即个代志，就是即个入声后太音的韵尾 H， 入声字4 H， 入声字的第4调，伊变调，伊若做虚词的时阵，伊是爱变迄个关低调。即个代志出现伫即个上济，囡仔安尼读，拢会转去岐山迄个瑞文，教阿公阿嬷做伙大，哦，我拢讲做伙大，伊是啥大做伙，教阿公阿嬷，伊会变岐山咧教阿公阿嬷，因为即个加 KAH， 哦，地加吼，地加是 KAH 对不对？啊 KAH 伊若是实词啦吼，像教伊就是实词。教一支长啊是实词，你发现无？伊即个拢会变第2条，伊变调变第2条，但是伊虚词的时阵是变高低调，就是吼，就安尼，我教你去，毋是我教你去，我教你去会产生歧义现象，就是我教你去，啊，所以有当时你读出来，你明明已经意思无共款啦，哦，啊，这伫我的经验内底吼，真侪即个老师，伊甚至认为讲伊变第1条。其实你也是台语人，你是分得出来。我教你去，甲我教你去是差一点点啊。伊做像英语内底的后壁的韵尾是读袂出，是袂读出来，但是你感受会到。哦，像这几位拢是啊。伊本来是 LEH 嘛，咧刮，你发现无？伊就是咧刮。哦，搁是有个人是一碗食了，搁一碗，因为这个 KOH 嘛，搁伊若是实词是过劳嘛。阁楼嘛，伊读做阁楼，哦，啊，毋过伊做虚词的时阵，伊是读做搁一碗，搁过来有一个词，这是老师你家己拢会晓讲啦，像这盲仔门，啊，毋过有个囡仔会甲伊讲，老师，啊，即个盲变调毋是变盲呢，盲路啊，啊，伊咱毋是读盲仔门，哦，盲仔门，其实这是一个原则啦，吼，因有真侪人无共款的看法啦。比如讲，我就听着老师讲，即个做再降调，我是感觉我读到的是二前无降调。卢广成老师伊就是安尼写，的头前只是唔什么做二前无降调呢？比如讲，咱以这篇来讲啦，吼，好啊，好，豆啊色，这个是 HOH 呢，伊若变调啦吼，比如讲后壁是好好啊，伊会读做好哦，但是你看你会读好。好啊，好，有啊，这当然倒头前是读本调，所以伊会变好啊，好，啊，你安尼变调就对啊，哦，啊，这是老师你要知影为什么？就豆啊，伊后壁啦叫做迄个豆泥，伊是变第3调呢，哦，伊变豆变第3调，啊，豆就是降调啊，所以伊若是加降，伊就变中调，所以变豆。伊主要变伊本调豆啊色，迄是安尼来。比如讲豆花白啊，BEH 白啊，伊若白讲，伊就变第2调嘛。但是伊后壁是加啊，所以伊就变白，哦，变白啊，哦，伊就变迄个家己的本调啊，互变轻度，安尼哦，这是一寡技巧啦，吼，老师爱知影安尼。搁过来，即个词有一档啊，吼，有一档的题目是迄个。曾珠瑶录书嘛有无？啊，伊有一句话就是人饲咱，咱饲人，啊是咱饲人，人饲咱，啊是人饲咱，啊迄个人饲咱，啊咱饲人，咱饲人。哦，啊这到底怎练？其实这是一个人称代名词的声调伊的性格啦，就是讲什么人称代名词的，就是你啦、我啦、伊啦。有无？你有发现无？你是第2调，我嘛是第2调，但是伊是第1调呢？你有发现无？咱所有咧读的，伊绝对袂读第1调。这个代志上做的，伊自然变调变第1调，这是咱台语内底人称代名词，伊的声调的性格。哦，除了放伫句尾，会是读本调。哦，比如讲，哦，你咧讲的是我，结束啊。安尼，啊若无，伊是会自动变调哦。即款个性第3调上明显，整个伊放伫句尾哦，伊嘛是会变第3调。佫写毋对去啊？是第7调，歹势，我写毋对，伊嘛是变第7调哦。比如讲，
以这篇文章来讲，阿嬷逐不时就讲我真枵塞，啊，这我是名词，伊是代名词嘛吼。照理讲，伊爱读本调的，比如讲，阿嬷不时就讲老师真枵塞，老师的书就读本调，啊，但是而且伊就甲你变调，你就袂安尼读。阿嬷逐不时就讲我真枵塞，有一种情形是安尼，我要强调即句我，这时阵你要来读本调，哦，比如讲，下一句你看啊，杨阿公买互我，这个是你来读我。杨阿公买互我食，我上期待的。啊，你若讲哦，你用名词哦，你看狗上期待的，蛇上期待的，伊拢爱读本调呢。但是而且伊还家己变调，我上期待的。啊，画囡仔会读我上期待的。啊，画老师，是老师家己教，因为老师认为伊即个是名词，名词当然爱读本调啊，所以伊就变我上期待啊。吼，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迄个，我甲这讲了后。哦，要差一点点啊啦吼，即个，就是声情的部分。啊，你到底要做伊的迄个角色扮演无？修理，比如讲修理洗汤，忙啊忙，换玻璃，这是咧广告的人一定安尼讲。哦，有歹去的冰箱，学倒摆摕来卖。哦，啊有歹去的电脑摕来卖，这是阮兜做庄脚，阮佫会听来即个事。啊，我是感觉你会当去做即个声情啦，啊就即个，我感一个就扬去啊，啊你要做声情就是，哇，感一个就扬去啊，好无？你就这阵做声情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安珠老师，咱是毋是到11点尔？我紧，你做你甲讲了。啊，安尼咁好。莫拖，因为是遐少年爱下班啊，我紧你。甲讲无完全。哦，讲无完全哦，好，安尼多谢安祖老师。哦，上计个10分钟啦吼，咱倒来讲一个。这精华版的，因为这拢是一日的课程咧。我竟然甲3日的课程20点钟内底讲个了，所以我规个干报 PPT 拢爱搁订做。哦，就我无爱我开啊。我讲安尼应该是伤紧啦，我顶来，你看咱人就是安尼哦，拢袂敢讲真紧，拢会弄半满，吼，因为你愈紧后，伊就该糟蹋。干嘛抄啦？好，啊无安尼嘛，我吼，这是今仔日的对不对？我给我连续关注的东啊。哦，关怀阮教基金会，哦，这是原始的档案。安怎开袂开呢？开即个，无共款。安祖，伊应该是讲爱下课啊，所以有啦，有开啊。有几啊年？无啊，迄大拄仔是即个啦吼，大拄一个。好，啊无安尼啦吼，咱是毋是来甲即篇吼，迄个，这是我迄阵做的，我甲所有高中的啦吼，咱会看到的字啦，我甲整理一下啦。啊，这当然是还袂整理过，迄是讲。我甲所有咱的朗读稿内底捡出来，比如讲命中主人啦吼，啊就这个，其实咱的词典哦是写安尼呢，无一个音呢，就是我有去查迄个今字典，搁大词典，伊确实有一个音，伊确实有一个音安尼，啊所以无论安怎，咱就是爱尊重伊，这就是你看我所捡到的哦，啊我教，这就是咱咧教。咱咧教就是安尼，我甲所有内底讲到的第3篇，有无？拢甲写伫内底，就这教重点伫遮，有无？为着避免错音甲有染，比如讲安尼，就这个就是白嘛，搁较久有无？搁较才知影，这就是拢这个部分就是这啊，这个部分就是语序的部分，
原地调，啊，搁过来人生代名词，有无？就我一定爱讲即个啦吼，即有一届吼，我拄着一个评判老师啦吼，伊安怎讲你敢知？就是即个事啦吼。伊讲，各位选手，咱上尾啊咧甲人说多谢的时阵，大家拢讲毋对去，哦，咱爱讲这大家嘛，即个是家第一条嘛，所以你爱讲多谢大家哦，啊，你袂使讲多谢大家，啊，就有囡仔转来甲我讲，老师你敢若教毋对去咧，人咧评判爱讲多谢大家咧，哦，啊，伊讲人咧拼音就是拼家咧，你爱大家哦。原来即个就是这位评判老师，伊可能四角出去，伊毋知影人称代名词，伊会自动变调。哦，所以因为大家是属于第三人称哦，所以伊爱讲多谢大家，伊会自动变调。虽然你拼音是拼多谢大家，但是你爱读多谢大家。这就是讲，咱去做评判的时阵哦，咱家己内在爱有够。哦，比如讲，你若有机会去评哦，伊会讲，各位评判老师，我是第一号。你若讲第一号毋对啊，爱讲第一号才对。啊，人遐着讲第一号啊，安尼，但是无一定咱伊讲的是对的。人尾仔是咱讲到尾啊，你甲爱拖落掉啊咧。就阮遮拢讲足好咧，我毋讲足好咧。但是人第一号较是正确的咧。所以你若要去做倒一个评判吼，你会甲迄个遐个腔口吼，会爱先读过了。哦，就啥物做第三人称啦，人称代名词。比如讲你看。这就是正港的人称代名词，哦，比如讲，我就讲，互人心情，哦，互人心情讨饱，这就是啥物？这就是咧讲，迄个食饱花这个代志，互人，哦，食的人，互食的人，这是代名词代替吃的人，心情讨饱，快乐的滋味，有无？哦，啊，这个，哦，是人做伙开讲卫生的处理，哦，啊，所以这迄个。真正的人呢，比如讲，那个老师上岸一人，这就是真正的名词啊。一个人一条，那个板德珠，那一人一人啊，这是一家人啊。啊，就这个，这是清楚啊。爸爸等的四手啊，就这四手啊，就是鸭前有这样调啊。啊，就这个手是不是要读做手咧？哦，啊，因为伊鸭嘛，伊鸭，所以要读做手。啊，若高降调也回到高平调。哦，就肥啊嘛是啊，土啊嘛是啊，哦。伊是高降嘛，就是讲伊变调了，啊头前变调了是高降调，伊回到高频调，所以四手啊就是安尼来。哦，这互老师你着参考一下啦吼。像这个阮嘛是代名词啊，逐摆阿爸招阮来去做甩仔青。哦，佫有一个上尾啊，即条讲完了，有一篇哦，是毋是咧讲伊要出去，啊伊咧穿衫有无？哦，因爸讲，伊着甲因爸讲，爸，我有炸衫呢。哦，啊，作业嘛拢有炸的，因爸是一个迄个做热气的人，伊就甲讲，哦，安尼你嘛爱炸死，啊，有老师就唔奇怪，伊就问我讲，老师，这到底什么意思？因爸来讲爱炸死，其实伊是用同音的字嘛，炸衫，啊，因爸即款人上歹拢，你含即款人斗阵，你会上欢喜的，伊会甲你原话哦，炸衫，你嘛爱炸死，你即种人甲你误会对毋对？哦。啊，伊就讲啊，歹势啦，哦，啊，甲你误会啦，啊，你就出去误会，我今日6岁咧误会，这跟即个意思共款嘛。啊，人写个人安尼写，你要去理解伊的意思。哦，这就是咱咧读迄个啥，咱咧朗读别个文章的时阵，你爱细意的所在。哦，像这拢是迄落啊。啊，像这大家拢知嘛。这要咱改这才会对，一粒线一粒，这个读本调，一粒一爱变调。啊，是 A B 的故事，哦，比如讲牺牲，哦，啊，这囡仔拢较会读得去，哦，就这量词一粒一粒，有无？一格，哦，囡仔拢会读一格，这是上基本，这基本功夫咧。你这若毋对，你去全国赛拢袂着顶啊，我要甲你骗，哦，这绝对是安尼啦，哦，好，我想啦吼，咱上尾啊写一个，就这边看，咧话。远是毋是真远？所以你太写真就是咧，远咧学，啊若近咧学，你着近咧学，你莫近咧学，安尼就毋对啊。远咧学，你毋对啊，表示你毋知远啥意思嘛？遠咧學，近咧學，哦，
伊个讲好诶，吼，伊足受气，安尼，吼，这是属于声情的部分，安尼。好，啊，今仔日因为迄个时间的关系，吼，我已经有占大家一寡时间啦，安尼咱今仔日就讲到遮，啊，我即马把时间献互安珠老师，多谢大家。多谢老马。就是因为各位拢知影吼，伊足侪物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足侪吼。恁也会使当建议各县市的辅导团，还是讲咧办研习的时阵，当直接邀请方胜雄方老师去啊，吼，甲各位分享。你看伊做甲足有路，啊，而且伊实际经验，我感觉比遐大教授佫较有效，因为是影伊实际咧做遮个工课吼。咱毋知各位有，咱毋知各位像头我问题吼，想讲因为即马教育部阮咧做迄个本土意识吼，就是这观念，语言爱有路用。啊，上头方老师讲一个概念，啊，其实是安怎会接切？因为伊毋若会煮食，啊，逐伊佫甲我讲到诚认真，所以这语言啥物路用吼？啊，地局长迄个有需要着重要，这是咱逐个会帮做参考。所以即马是安怎演讲要甲做一个改变？因为你若无改变吼，讲啊歹听，逐个拢爱死背啊！来，美兰来，美兰举手。美兰，好啊，来，毋知各位有啥问题要甲方老师请教的？歹势，我验毋着手啦。哦，来，要紧，好来，放下。有人要提问题来问无？方老师，老马。伊离开啊！我本来要叫伊留手机啊号码个，互大家来讲做参考。啊，对，各位佫有啥物问题？伊方老师已经离开哈。我起来啊，佫起来。老师伊有伫来啊，有老师有伫来啊。老马，你的手机啊要甲拍顶头无？我传好啊。老马，那我叫。关唔掉去啊！我甲迄，我即摆讲，我甲你的手机号码拍顶头会使袂？会使。无问题啦吼。你较直接啦，你讲各县市来讲，各团体有需要。咱较做伙讨论安尼啦吼，有啥物问题咱做伙讨论。你甲对者0928392756对不对？来，各位，稍等一下，我搁登记吧一下啊。因为我刚刚去走无去啊。就向小等者，等伊入来。因为你有问题要甲问，你爱等伊。迄平华工程真正就头啊，有人咧讲县市的做法，是真正县市的问题，阮遮较无法度处理啊，阮家会当尊重啊。应该做，阮拢有做，包括比赛要点拢有讲过吼。来，秋香头要问啥？秋香，安珠老师好，方老师好。好，你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你今日简报敢袂当互阮？我的简报哦。嘿。无问题啊。好。好就是，敢会当建议迄个县市伫迄个比赛当中吼，恁爱是要选出较认的学生。啊，真侪迄个学校的囡仔是2个月训练当中，伊嘛足拍拼，啊，毋过伊家是无较认，他互扣出来。啊，敢会当有一个比例的奖励，比如讲，伊要扣出前6名，后手有佳作还是入选的奖状会当颁互伊，啊，到优秀的时阵会当。一定的比例会当，互迄个名额较济一点，啊，互囡仔一张奖状做纪念，啊，嘛是一个鼓励，啊，互伊的迄个参赛囡仔后手对即个，虽然无得到真好的名次，啊，毋过伊会当甲迄个政治压伫个心肝底安尼。即个问题吼，你无咱时间都无拄好。那因为迄个各县市的领队会议拄拜四下晡才结束尔。我见后摆有机会吼，阮会建议各县市，像有县市真有路啊，第1名1个，第2名2个，第3名3个。
优等的5、6个，加总嘛10几个安尼，这会当来建议，这阮会来做多谢朱老师说明。阮台南就是安尼做诶，有一定的比例安尼啦，尽量互大家，互囡仔来参加，你家肯定就对啦。我感觉你是真好诶。这阮规划，阮会甲各管区拜托，包括全国语文竞赛时阵像我即个领导会，我嘛会带顶头甲因拜托。来，各有啥问题？帮老师的手机我嘛打在顶头，然后需要。帮老师的干部到时可能会打伫关怀基金会网页顶头所以各位若讲有需要，到时帮老师会甲咱分享，你当去遐家调来做参考。今仔所有物件我甲整理一下，我会提供互大家老师做参考。我干部迄讲，我都定迄种精神啦，因为迄干部迄是会教，你顶下帮老师伫现场做者解说，原来是安尼，无你甲看遐哩，讲实你嘛读无，所以讲若会当请各管区安排帮老师去甲各位做伙来成长。有问题无？若无，咱今仔日先到这下礼拜是请黄文俊老师来讲一寡写作的经验，若有兴趣，各位后礼拜会当继续来听。咱今仔日先讲到这多谢各位。多谢老师，多谢。谢谢。